本事当我讲嘅，反想出我带男女离婚者，一个人的日脚蛮够干，打不过听我冲着都不得了，恨不得1分钟当2分钟用。今朝一个大青来只一出发者带罗达去忙蟹龙虾，而且还该再大个忙。毛个50斤。想当年带男女一来出去买三菜，该4个忙，虾该3个忙。现在想想搿种短命日脚，简直就是一个闲话。差了转去吃龙虾。室外温度32，车内温度23度。汉子男女开车子，衣裳太太机上反向开空调，比我先天灰下去。等了屋里向随便哪还晒不出一张皮带来个。少年沙头为只吃2只龙虾，穿脱腰子鱼，特别是男女，三个割里个肉，剥里个皮，吹里个筋，拔里个牙齿。结婚31年份，请我单独上过饭店，发现这个当子你屋里向2个侪是下岗工人。今朝特子冯玉记个福，走去沙沙克克吃一顿鲜龙虾。冯玉记龙虾开吃。吃之前，先拿灵魂接上去，大蒜头爱参与。到不来了31年份吃得过一场大个鲜龙虾，今朝看上去也拉780万，天下世界没免费个中饭。所有的一切侪是我努力的结果。味道再嗨，一个人吃还觉得缺脱点少。那个两娘兄弟，男人儿子媳妇侪得罗大气着。世界上缺的随便啥人，地球这样转。